来乡亲啊，万不一，这个飞弹若真正爬过来，要走去倒位避呢？就有网友来做一张全台湾的防空疏散的地图，提供大家来查询。讲全台湾总共有105000个防空的避难所，通下来避飞弹。伫什么款的状况下会来发布空袭的警报呢？根据民航管制所的规定，台湾沿海的边缘70里是警报的发放线。到时阵是毋是爱来发布到空袭的警报，是由空军作战指挥部来判定。不过目前国防部针对这个部分是真低调，无回应。飞弹射击看会到火光，中国解放军伫台海附近演练，若是真正射飞弹，啥物状况会发布防空警报。根据民航管制所规定，台湾沿海边缘70里是警报发放线，偏远地区是沿海边缘开始65里。一旦空军作战指挥部空中管制中心凡有敌机或者是不明机航者判断有可能攻击台湾进入警报发放线，都会随下紧急警报命令。如果有这个情报的话，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资讯分享给民众。让民众知道国军对中共发射飞弹掌握的地点、发射的地点、发射的高度，还有到达的目标，然后所需耗费的时间掌握得非常清楚，有让民众要知道提升军防。台湾并不是在陈平的时期了，现在也要进入应急战备时期了。若是有飞弹进入台湾领空都会区，敢会响空袭警报，敢会比较地动手机有国家级警报，国防部无愿意加讲。不过民众会当美地图，都有网友根据内政部资料做出全台防空疏散地图。打开地图，按下定位，可以看到用蓝点标示的位置就是防空避难所。跟着地图仔细寻找，就可以抵达您家附近的避难地点。事实上，全台湾总共有105000外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其中台北市就有4600个。民众嘛会当下载各地警政 APP， 或者是去警政所官网查。毕竟，若是有飞弹空袭警报若响啊。将技术前往避难处所。你嘛爱伫第一时间知影会当未去到。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